咱煞接要来用主的话，搁一遍三甲勉励，然后牧师分享了后，圣歌队搁来唱后壁这4首。愿咱今仔日这个诗歌讲道会当成做主所赏赐咱属灵的美灵。咱要分享进前，大声来祈祷。主我的上帝，感谢你，感谢你，互阮这个福分来参加过圣诞节。圣诞毋是只干节日在闹热，圣诞是要提醒阮是受救恩的囝子，阮是上帝恩典的百姓，阮是耶稣基督付出代价、牺牲来挽回的性命。当阮用这款的态度来庆祝甲欢喜的时，阮就知，毋只干是欢喜闹热，是阮要用感恩的心来见证耶稣基督的救恩。愿主你通过阮所学习的话，搁一遍得到美好的学习。感谢靠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圣诞的福音是普人类的，全部人类拢有这个福分。但是我感觉，今年的圣诞节对伫咱台湾的百姓来讲，佫是一个另外，若讲额外的额外的大礼。咱要用这两段经文三角来学习，拄则咱经节已经有读过吼，咱就小等的再来复习。但圣咱三角学习的是讲，这个救主圣诞的本质到底是甚么？咱拢知影，伫现代这个资讯足发达，这个交流非常发达的社会，庆祝圣诞节的节目是安尼花样很多吼，足闹热的。但是咱到底到尾甲耶稣放伫倒位，那就不一定了吼。我们现代人很喜欢赠送圣诞礼物、吃圣诞大餐、布置圣诞树、点圣诞灯，还有更多的是圣诞的晚会、舞会、圣诞的party， 看起来都热闹非凡。但是在热闹的背后，我们基督徒绝对不能忽略掉的，就是主耶稣降生的意义。那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所坚守的教会在庆祝圣诞节的本质。我们知道圣诞节这3个字是从英文的 Christmas 进来的。那这个原文呢，它的意义其实是在敬拜中，在弥撒，Mass 就是弥撒，弥撒中来纪念耶稣基督。换句话说，你如果圣诞节去吃一份大餐，然后欢乐、很快乐，送礼物，但是没有纪念耶稣，那你只不过是过一个普通的欢乐节庆，借这个机会热闹一番而已。所以呢，基督徒一定要坚守住这个圣诞节的意义。你有没有纪念耶稣？你有没有敬拜神？我们今天呢特别举行一场礼拜，是因为一场礼拜的时间比较足够，让我们的圣歌队那全本的这个诗歌普世齐欢唱的诗歌，能够很从容的把它唱完整。所以呢，我们邀请台语的礼拜的弟兄姐妹，咱华语的兄弟姊妹，我们一起来集合敬拜。不只是技术上这个时间上的考量，其实我们要借着这个大家的参与来见证，在主里面，我们富强人是一家人，不管台语不管华语，你都是属于耶稣基督的，你是属神的儿女，更是我们在教会里面同心敬拜的。所以呢，你会愿意为了见证这个合一你的语言不习惯，但是我愿意来参加。我的时间跟我的平常习惯不一样，我也要来，是因为我是高举基督的，我是要纪念耶稣基督的，而不是为了一场热闹。我们知道
社会上很多热闹庆祝的节目，你可以选择说这个节目我喜欢，这个节目属性不错，我要去参加，那都可以。但是我们敬拜神就是态度是优先，就是神要我做什么。所以很感谢神，我们今天的2堂礼拜合并哈，那看到那么多人聚集在一起，我想那一种感动，这种行动跟动作，其实就是纪念本身啦，就是在庆祝主耶稣的降生本身。感谢主，我们借着今天的圣诞节的赞美礼拜，在这个礼拜当中来纪念主耶稣基督。另外还有一个小小的一个分享，就是说，有人讲奇怪，都12月27啊，圣诞节都过啊，哪还搁咧庆祝安尼吼？看起来是有理啦，一般吼拢是12月20咧庆祝，就是伫圣诞节前，因为咱即马25号都无放假，大概拢是头前迄个主日。但是27号会使袂？当然会使进，因为安怎呢？因为伫咱全世界的教会，全世界的教会，大家对圣诞节的认定并不是完全一致啦。因为圣诞节是主耶稣降生以后好几百年后才设立的，不是耶稣诞生那一天大家一起聚集来庆祝，没有，也没有像我们现在我们家有小朋友要出生了，哇，全家人围在那个产房外面，大家说预备哦等医生出来宣布说生查甫的，欢喜泡泡烧蛋安尼无啦，耶稣降生就是那么卑微，无人知，只敢天使，甲东方的博士。所以咱甲闹热庆祝，各种的传统拢接受真好，但是咱个倒转去原始的。原始耶稣降生到底是甚物？安尼咱才会当抓到耶稣基督降生的本质吼。拄则咱讲过，12月25是西方的教会，西方教用12月25做圣诞节，就是牧师捌提分享过，就是讲用当时罗马人因都拜偶像嘛，因拜较足迷，因拜太阳神呐，拜太阳神。谁人拜太阳神用今仔用这个12月25呢？咱拢知影，前几日咱过冬节，对无？冬节就是所有咱伫北半球，咱嘛袂使讲南半球吼。北半球的人呢，冬节迄日是日头上紧落山的迄日啦，上慢起来，上早落去，安尼。所以呢，感觉讲好像哎哟，日头强要无去啊。毋过过冬节了后，日头又搁开始愈紧愈早，愈来愈早愈浮安尼就对吼。所以当时的人无了解，想讲哇，这日头若无甲白伊若毋出来要安怎？万米拢袂当生长啊咧。所以呢，基督徒运用罗马人，因为迄罗马迄阵的能力，也是讲势力大甲规个地中海拢伊管就对啦。所以呢，用这个日来象征耶稣基督的出世。所以冬节后，迄个光会慢慢的延长。象征太阳神的定生，迄是罗马人的想法。总是教会真有智慧啦，伊毋免偌大的解释，伊就讲，迄个光就是耶稣啦，毋是迄个日头，迄个日头是耶稣，即个上帝所创造的。所以将即个光转化做耶稣出现，亲像光明搁再现，会太阳罪恶的黑暗。哇，这实在是无痕接轨，你敢知？迄实在是足奇妙的创造，或是奇妙的一个设计，奇妙的一个结合。咱台湾也是世界有足侪所在拢会记录讲一年从今年整年有什么特别很奇妙的设计，或是很奇妙的创意，咱讲这个创意真好，比如讲为人政治选举，伊用什么方式来选着？哇，伊这个设计足好，伊的幕僚才来想这款好办法，嘛有人设计产品，也是一个活动，真做足正人拢足爱的，迄叫做奇妙的设计，也是讲一种真好的迄个真好的创意就对了。那耶稣
12月25出世，就是一个上界上帝互人当时的教会上水的设计就对。因为咱庆祝耶稣生日，无在伫迄日啦，无在伫25，是在伫咱的心有耶稣基督降生，成做救主。所以，咱另外一个角度，圣诞的本质呢，因为咱知耶稣出世伫宋央，伫卑微，伫无人行骹到，甚至伫马槽，所以呢，会当彰显着救主圣诞意义的，就是关怀弱势、关怀送乡的，为着人民来带来平安、喜乐。所以，若是有关圣诞节故事、戏剧、活动，拢是用这个来做发展。咱的教会咱的保罗牧区足爱演戏嘛，真够演安尼去年、前年拢有一出戏。今年演了更较感动咱迄天若无看到，足无彩。咱甲咱的干事托看有录影带无安尼佮补看一下。安尼你了过圣诞节才有更较深的意义啦因所演的迄个主轴就是疼、关怀、牺牲，愿意成就别人。更重要是，主耶稣基督带来改变，带来医治，带来新约。咱的主2000年来一直互每一代基督徒来敬拜，就是因为这个规律永远无断去。感谢主，咱的教会有真多的团体，有真多的牧区，用关怀这弱势者，去到这个机关来报佳音，拢是照这个假是上帝所给咱的这个恩典。当然，这个普世佳音是对旧约开始就在甲咱做宣告、预告啊。以赛亚40章第9节，咱拄则所读的讲，耶路撒冷啊，爱爬起你关山报好消息；西安啊，要大声呼喊，报好消息，要大声呼喊，不要害怕。他用耶路撒冷代表所有接受主耶稣基督，也是讲接受上帝的人，这百姓。耶路撒冷代表以色列百姓，讲你来爬起你关山报好消息，因为悬的所在，才会当看见全部。讲两遍报好消息，讲两遍大声叫，表示真荣耀，爱赶紧宣扬，赶紧传播这个好消息，唔通惊吓。哇，这个好消息到底是什么好消息呢？这个好消息唔是一个临时闹热过就欢喜过就好啊，是这个好消息是永久的，是上帝的救恩。所以路加福音2章14节，拄则咱读的经文讲伫至高的位荣耀归乎上帝，伫地上平安归伫伊所欢喜的人。这是耶稣基督出世的本质，因为荣耀归上帝，因为伊愿意降落，愿意卑微家己，伫天顶尊荣的位降落伫地面上，成做一个卑微出世的婴仔。这个目的是为着地上的平安，要归伫所有伊所欢喜的人。伊所欢喜，就表示主所疼的人。主所疼的人，无分彼此，无分黑红白黄，这个肤色，嘛无分什么款的国家，是主欢喜将恩典来分享伫所有伊所疼的人的中间。拄则咱圣歌队有唱诗歌，牧师拄仔受车牌爱读这个旁白朗诵，内底伊甲这个圣经内底无完全表达的，用这个朗诵甲伊做连接就对啦一首一首用这个旁白来甲伊连接起来。内面有几位真有意思，甲咱讲了较详细。伫拄则唱的第4首，伫大笔的声中伊有讲起就讲，上帝要降临，却不用百姓期待的方式。他不以大能君王或神秘力量来临，
安尼大家知影意思吼？就是讲上帝来吼，伊无讲哇，威风凛凛吼，啊帅气千条吼，安尼迄个大雷讲闪光闪啦吼，哦啊天地大震动。咱较早无咧讲啦，伟人降生吼，拢有迄什么意象对无？毋是啦，伫一个卑微的伯利恒，咱的耶稣降生，伊嘛不用什么神秘的力量，也是大君王的方式无。伊讲伊真做一个小婴孩，而且是在一位很卑微的处女玛利亚来出生，不是在王宫的公主，也不是出生在富贵人家的娇贵的女子，就是一个普通的女子，叫做玛利亚。重点就在于说，主为什么要让耶稣这样的方式降生？他的来临不是用武力，却是用柔和谦卑，因为这样的力量才是永恒的力量，这力量才穿透任何坚硬铜墙铁壁。这样柔软的力量能软化人心，所以他说，他来临不透过人的力量和意志，却是以完全计划和爱的力量，借由玛利亚让百姓来接受、感恩、顺服他。这若是一般的人想袂到，还是讲，哎呀，较想都无想这步就对啦。想到这步拢是讲迄无力的，迄软正的，迄无路用的。哎呀，买到安尼长棍，安尼热扑扑，咱毋才会使。是安那要用这个方式？但是这位你有想到无？是安那耶稣要用这个方式？伊都裂天而降就好啊，吼！天君天使吼，规个全世界扫了了。什么人唔听？什么人唔惊？无，是因为人类是伫受苦的过程，人类受苦的本质，人类伫罪的压制内面。上帝是公义的上帝，罪若无受处理，你用什么方式讲一笔勾销是无用的。你都违背上帝公义啊！上帝讲，那犯罪的人爱受处罚嘛。我一个来讲唔免啦，唔免处罚啦。我讲的是算，安尼上帝话都拍折去啊。上帝讲安尼要处罚咯，处罚你我都唔甘啊。来，阮囝替你处罚，阮囝替你受罚，这是耶稣降生的重要的本质。所以伊用卑微的方式降生，咱唔通想讲哎哟，基督教。耶稣吼安尼足卑微的呢？毋是啦，卑微才正讲有规律，卑微才正能带来拯救，卑微才带来整个人类社会的改变。那这个是我们庆祝耶稣基督降生最重要的本质。如果我们不在敬拜中纪念耶稣基督，你所有的热闹好像一切归于空白，完全没有效。感谢主，圣诞这个好消息对咱台湾是一个大礼。咱拢知影新冠疫情，讲唔讲？伊袭击整年的，咱叫做庚子年咱讲歹年冬就对了，正讲咱拢拄着歹年冬。全世界灾难不断，一场过一场，一摆过一摆，原来差不多要死落去啊，又起来。即马英国又发生变种的病毒。全世界经济重创，规个大企业拢倒，人民拢伫苦难中。到昨昏网络的统计，已经7990万人感染着，已经175万人来死亡。新闻咧讲170万人，什么数字啊？所有的战争战争的数字、死亡的数字还不达到这个数字。人类从有史以来最大的敌人，当然杀戮、战争是最恐怖的事，但是在静悄悄当中，无声无息的死亡，这一个病毒的感染，人类被疾病所击垮，才是最大的一个敌人。我们正面临的全世界到现在。我们本来以为说，你要过啊，哇，连台湾嘛，就
本土感染啊，这下那要安怎？真的是一波过一波，让我们心中完全放不下来，放不轻松。几天后的跨年夜，如果平平安安，那是感谢主。如果突然间这2天又说啊，又有一个本土感染，我靠，大家拢收起来啊，哈，拢乖乖在厝啊。啊，这咱不是爱其他，不过你无提防，阁袂使，因为迄不是小代志啦，吼，迄若感染出去，迄是收煞袂掉的。所以美国的《时代》杂志，大家人吼看到这张图真有意思。伊吼甲2020年看作是历史上上歹的一年啦，上歹的一年。啊，伫迄个封面哦，拍一个大叉叉。伊讲这是史上上歹的一年，讲这是你永远无想要回顾的一年。啊，用这张杂志安尼打2020大叉，讲啊，今年哦赶紧过好啊，哈，无啥物通阁想的啊啦，无啥物通阁笑念的啦，拢是烦恼忧闷的啦，拢是艰苦哀伤的，拢是啼哭的，拢是失业的，拢是经济受到拍败的啦。但是这位，你会感觉到这个圣经在的意思无？伫黑暗中得行的百姓看见大光。踮伫死荫的地的人有光照因，拄则咱的圣歌里就唱这首。咱全世界敢毋是逐个人，拢伫黑暗中的望有大光来嘛？哇，迄个疫苗若会当爱注落去，所有人拢无代志，毋知要偌好。咱咧期待，咱咧祈祷呢。啊，毋过有的国家迄个疫苗吼，惊注落阁有代志，啊，毋敢注啦。这拢是咱生命的期待。我们期待在黑暗中看见大的光，我们住在死荫之地，有光来照耀他们。刚才我们的赞美诗第3首，预备道路这样写：上帝百姓在黑暗中行走太久了，忘记如何在上帝的光中来生活。上帝就制定计划，预备人的心，等候他再来。换句话说，大家伫黑暗中已经行啊，唔知要安那啦，无路通行啊。反正不知道怎么办，一天过一天吧，走投无路了。上帝可怜呐，可怜人类，说：“哎呦，啊，你要搁行，愈行愈黑暗，愈行愈凄惨。好吧，我们就来计划。上帝就计划预备人的心来等候他再来。预备什么心呢？他就是预备了，在主耶稣降生之前，预备了约翰，施洗约翰。迄就是咱伫迄个拷贝来的所讲的。上帝就计划预备人的心来等候他来，通过施洗约翰，他为自己预备了这个世界，告诉人类说：“我要为那将来的预备宣告。”所以约翰，行事的约翰，伊就是做这个角色，伊先叫所有的百姓，你来准备哦。有一位对上帝来，伊的囝要来拯救咱，所以。约翰叫百姓从黑暗回转，他宣告上帝的样子，让百姓来认识他。约翰他的角色就是为耶稣来做前锋，来做宣导。像几位，我会讲咱拄到这个大礼物是什么大礼物？我家己亲身一个感受啦吼。今年是上歹的一年，大家拢承认，但是对台湾不一定是歹。迄真奇怪吼，原来是足歹啊，歹啊，无得歹啊，但是就是单单我们台湾被神，特别在华人世界，好像从火中一支柴抽出来，让它不要被完全烧尽，这样我们还不感恩吗？台湾原来面对这么多挑战，大家都了解，包括在座像李基威。我们对政治的立场有没有一致？没有啦。我说一你就说二，我说黑你就说白，完全不管你到底讲的对或不对，对不对？现在是这样子啊。我们现在政治的差异跟对立好像还没有办法解决啦。第二个，我们更面临着中国无所不在的挑衅，尤其最近天天飞机飞过来，啊，海南台湾的迄个飞行员哦，讲。飞较忝啊，讲过劳就对了吼，啊，所以也无爱元旦也无爱搁冲场啊，因为无闲通搁表演遐啦。
顾咱台湾的性命较要紧啊，敢不是？其实我们台湾在1年前，我们面对什么？产业经济遇到瓶颈，空洞化，人才流失，年轻人失业率高，薪资偏低，大家拢哀哀叫。只是大家吼，咱台湾人较有忍耐安尼尔啦，吼，剥菜头筋吼，罔过日安尼就对啦。毋过奇怪，这大严重的新冠肺炎一个来，哇！代志煞无共款呢。咱原来是足认真的对抗这个新冠肺炎啦，吼。无是讲其他的代志煞变对咱是好的。川普总统伊经济制裁中国，虽然迄是因两国的代志，但是咱台湾吼伫边啊，关于相碰，哎，哇，煞对咱经济大改变呢，大改善呢。咱重要的产业对这几年来讲一直刷转来，因为中国迄种极权的统治，咱适应袂去啦。咱真侪会友嘛是伫做台商吼，有人讲好佳哉，毋知几年前就赶紧刷转来，若无吼，所有的努力拢白费掉了。更是科技产业人才回流。最近的杂志咧讲啥物？你敢知？伊讲咱台南吼，可能是最近这几年全台湾上界夯的所在。因为一个台积电吼，几啊万人的高科技年轻人搬回来台南了，善化、新市啊、三乡遐吼，一大堆的所在，大家拢咧列地，准备要起高级公寓，因为这阵高科技的人才赶紧要买厝，所以你即阵若无买吼，阁无偌久你买袂起来，买袂起啊！啊，讲台南规个地区吼，大翻转就对啦，大翻转。啊，这是咱从来毋捌想过的。从来毋捌想过。杂志个报道，因为新冠疫情，所有的高科技的人才吼，大家赶紧拼转来。有的事业棒的，有的头路时赶紧转来。讲今年对1月到10月，拢总有25万人啊！25万是偌济呢？咱人口的1%，大家好像像咧逃难安尼，赶紧拼转来。啊，事业棒的啦。啊，迄个头路吼较好吼，发现可转来台湾吼，薪水一半嘛不要紧啦，是因为为着生命，为着家庭，为着台湾是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那不是不可测的因素，但是超乎我们所求所想吗？前不久，跟谢牧师参加一个祷告的一个培灵会。讲师说，上帝好像特别为华人留了一个净土，就是台湾。他是要把福音、把上帝的救恩，借着台湾人来见证他对华人的恩典。我们不只是领受这个恩典哦，我们要怎么样把神在我们当中所做的奇妙的大事，要赶快将福音传给我们周遭的亲朋好友，我们的华人弟兄姐妹，因为是没有任何理由，我们有办法那么幸运，除了上帝的恩典。也换句话说，有一群人守望祷告，我们教会有一群人在守望祷告，我们的台湾的各地的教会有一群人在跟神呼求，就像圣经里面所说的。这一群百姓在呼求神，感谢主，因祸得福，所以大家用感恩的心来迎接主的降生。特别是今年，虽然大家很糟糕、很麻烦，你的薪水或是你的收入可能减少，或是你的工作受影响，但是这些小小的牺牲都不及我们台湾在现在。你们现在大家弟兄姐妹还可以做好的。牧师在这边安心的讲道。很多教会已经1年没有办法聚会了啊！牧师用网络一直讲到哦，领圣餐不知道怎么领，在研究新的办法，但是我们仍然能够照常这样敬拜神。上帝恩待台湾，成为世界防疫的典范，经济产业因祸得福，获得优异的成长。
请问是谁的力量？是小英厉害吗？是我们行政院还是这些人官员厉害？当然，我们不否定他们的努力，陈时中也很厉害，但是真的是神的恩典。我们如果不在这个圣诞节把这个恩典献上感谢，那我们真的觉得太冤枉了，因为我们没有去找到上帝眷顾台湾这个重要的本质——耶稣基督的降生。所以最后牧师要分享说，我们台湾人需要什么样的佳音？圣诞的佳音有这几项，这个是我牧师自己的感受啦，不一定全部的人。所以牧师在这个分享题目当中说，你还有没有觉得台湾人还需要什么？牧师只是举例这几点。第一个，真的是台湾哪卖境地上欧北差才是足好命的就对了。到底这个怎么解呀？又不是牧师吹个风，或是上帝吹个风，大家都全部化解了。我们现在政治的对立实在还是很严重，所以这个和解的福音是我们台湾最需要的。我们要从历史、从族群、从政治意识的对立中来和解。和解是包括认罪，和解包括伸出友善的手，和解是愿意为对方做一些什么。但是现在我们只看到政治的攻防，没有看到真正的和解。第二个，台湾人什么样都好。有人说最美的风景是人，没错。但是我们真的要从基督徒的角度，要把人类的物质的主义的转变，塑造多元、追求心灵丰盛的价值观。换句话说，不是干那有钱就好啦，而是讲咱大家建设拢就好，但人心不平安，人心不喜乐，那这样的话，那物质有钱有什么用？我们曾经经历过那一段时间啦。较早咱30-40年前讲，一年食一条高速公路对不？较早也咧讲。但现在，你感觉食条高速公路对台湾较好吗？因为咱去追求着迄个心灵的价值，去追求着迄个信仰所带来的喜乐甲平安，食好食歹，迄是另外一回事。这是咱基督徒所咧追求的。第三，咱爱对生命压力得到讨伐。虽然台湾人在经济上各方面拢成长，但是呢，根据统计，台湾有400多万的人心灵有压力，有忧郁症甲身心症。这个患者而且是逐年咧增加。我有看到一个报道，新闻报道讲，中研院的一个研究员叫做郑泰安，伊的团队，他是一个精神科的一个权威他在2013年发表一个出名的期刊叫做《赤裸真》，它是医学界足出名的。伊发表一个论文讲，迄阵发表7、8年前全台湾有4位到5个人的中间，都有1位有迄个常看会到的迄个焦虑或是忧郁性的精神病。我们被这个社会的大机器压着你走。如果你没有一个心灵的依据跟平安，你会发现你被这个机器卷着走。你安定不下来，你快乐不起来，你睡不着觉，因为这个机器在逼着你。人如果不从这个压力当中抽出来，从神得到平静安稳，我们用其他的方法，药物只是暂时的。愿神让台湾人在富裕生活当中得到这样真正的安息跟平安。第四个，我们的下一代少子化的当中，我们遇到儿童青少年，我们期待他们从教育的压力得到释放，让他们有多元的学习，得到更健全品格的成长。因为我们现在看到很多小朋友、年轻人，有时候他并不一定很适合考试，但是他很适合发展其他的性向，他的一个性格，或是他的恩典、恩赐。但是我们台湾好像经过教改，好像觉得很多人觉得好像越改越觉得小朋友压力越大，真的是要怎么释放，让我们台湾的年轻人、小朋友就喜乐、快乐，发展出他们的才能、恩赐。基督徒更重要，
看见自己的儿女，不要跟人家比较考试考几分。考试考几分已经不是现代人的比较了，而是你有多健康，你多喜乐，你做人的品格有没有在社会被人家肯定。因为考高分的人并不一定在社会就竞争就赢得别人。那这个观念当然有人觉得不以为然，不过这个压力的来源，我们期待台湾人的福音得到释放。最后一个就是刚刚我所说的，勉励大家，我们要勇敢的传福音，将基督救赎的福音能扩大、有效的传播。我们求主兴起更多福音的勇士参与。感谢主，在2个礼拜前，我们的教会有30几位受洗。在我的感觉，我们教会的福音勇士还没有完全出来，还没有全部站出来，因为神已经为我们预备了一个非常好的平台，只要你愿意伸出去。因为这个平台，它的关键点在哪边呢？关键点在人际关系，关键点在人际关系。你不能靠1、2位弟兄姐妹去拉一群人，我跟他不大熟，我跟他没有什么关系，是因为你跟他才有关系。如果你不出来，这关系就来不到。所以我期待我们不要一直为了幸福小组到底这个名称对不对，这个有没有用，而是你有没有为了一条灵魂的得救献上感恩。耶稣的福音是今年我们台湾人最大的喜乐，最大的祝福。我们期待，我们珍惜这样的祝福，就像我们的总统所说的，台湾 can help。我们期待上帝的福音 can help， 帮助台湾人走向一个更美好的境界。这是我们庆祝耶稣降生最美好的礼物。我们一起来祷告。现在父神，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美好的恩典，让我们今天2堂礼拜合并在一起，大家热络的一起参与，特别透过圣歌队这些诗歌，让我们看见神在我们当中的恩典。主啊，愿我们看见神的祝福在我们的今天的敬拜当中，让我们从经文当中看见神特别为台湾预备的这个美好的礼物。这个礼物就是主耶稣的恩典，让我们台湾在遇到这样严重的疫情挑战的时候，我们仍能够非常平静安稳的过生活。主啊，你的救恩是普及全世界的，让我们勇敢的作为福音的勇士，愿意将主的福音传扬给更多的人。感谢主，愿今天的敬拜赞美归荣耀给主。祷告奉耶稣的名祈求，阿们。